摆去南洋，无听错，无听就转唔来。蓝长青呢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，这大概是我从影以来内心的层次跟变化最大的一个角色，因为他身逢巨变，就是在原本在一个非常淳朴的一个佃农家庭里面，后来被日本派去南洋打仗。你可有秋色小多贵的？现有长拍爆破戏，长拍能拍过。对，如果长拍爆破戏，应该是一个坦克的演员，什么一直接到一直在爆破戏。那有做好什么防护措施吗？家暴。有觉得演员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作。然后再来就是认真看着爆破师有没有稍微有点疏忽或者打瞌睡、精神不集中，我们要盯着他。就这个吧。